所以来看这个危险的画面，真正是有够危险。有一个公车呢驶到有够紧，车路乌白换，虽然说佫超几啊台车，看起来真正有够危险。河边的驾驶人惊干呢流沁汗。这个公车是国光客运的，国光客运就讲啊，这个司机车乌白驶已经毋是头一摆，相当会甲发停职的处分，嘛强调讲会加强员工训练，避免类似的代志佫发生。 这个公车唔知是安怎，无拍方向灯就向切到外线，出来油门一直吹，超过几台车，袂输是车路的怪兽。太夸张了！如果真的撞到车子怎么办？啊，如果车上又有小孩、有老人怎么办？他怎么都没有想到这个。我本来就不敢搭，因为他们开很快，很可怕。南门河到头城这个路段，昨下晡4点外，这个公车司机行为和民众起甲将行车记录器画面铺上网络。宜兰县高雄处长伫第一时间讲会函送警察局依法办理。国光客运嘛伫第一时间做处罚，要平息众怒。他已经之前都已经犯错误，然后也签了留下查看的切结书。如果他再犯错的话，我们就是不录用他了。 对，就请他先离开这样。国光客运强调讲会加强员工的训练，啊，这个驾驶无依照标线驶车，为正面超车，嘛无拍方向灯，总共被罚3600块。警方过进一步去调查讲，这个司机若牵涉到危险驾驶，会搁甲开单。